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 Hey Mom 而家睇樓澳。咁唔好意思啊，個 background 有少少嘈啊嚇，因為咧而家係 school holiday 啊，咁我今日要帶住個女出嚟玩啦。咁希望咧大家可以聽到我講嘢，因為咧最近咧就澳洲準備大選啦，咁所以咧兩個政黨咧都而家不停咁樣陸續推出唔同嘅新政策啦。咁我啱啱咧就睇到呢個自由黨咧就推出嘅移民政策啦。咁其實咧我睇完之後咧都真係咧有啲滴汗㗎嚇，鄧咧尤其是即係準備過嚟澳洲，無論你係準備過嚟移民啦，又或者讀書都好咧，其實咧都幾滴汗嘅。所以今集嘅節目咧，我就希望同大家分享一下詳細情況究竟係點樣樣啦，同埋咧去講下自己嘅睇法啦，睇下咧即係呢個政策係咪真係可以咧，好似自由黨講嘅如果推出呢個政策咧，就可以幫助到澳洲嘅房地產啦，同埋租屋嘅問題，同埋亦都會講下咧關唔關香港人士啦，點樣影響咧 Hong Kong Stream 嘅。咁如果大家係第一次嚟到我 channel 嘅話咧，我嘅 channel 主要就係分享我過去20幾年嚟生活過嘅3個國家，包括加拿大、澳洲同埋紐西蘭嘅。咁如果大家係對外國生活有興趣嘅話咧，都記得免費訂閱我嘅頻道，再撳埋個鐘仔。咁下次再有新片嘅時候，你就可以知道啦。根據澳洲 Daily Mail 報導，自由黨黨魁 Peter Dutton 為咗解決住房危機，打算將2023年高峰時期約32萬名國際學生嘅名額減到大約24萬名左右，當中包括大學同技術學院嘅學生，總共減少大約8萬人。新政策會用百分比上限嚟限制公立大學嘅國際學生比例，暫定響25% 左右。不過實際數字要等到佢哋再同教育界傾掂先至會再公佈。除此之外，佢哋計劃將未來每年嘅新入學國際學生控制響大學115000名 ，FET 同埋私立學院125000名左右，主要會影響大城市，特別係8大名校周邊，亦即是樓價同租金都係最緊張嘅地方。為咗減少移民數字，佢哋仲打算提高學簽申請費。未來申請8大嘅國際學生要俾5000蚊澳紙，其他學校就俾2500蚊，轉校嘅話要再俾多2500蚊。Dutton仲話會檢討畢業後工作簽證 Visa 485，防止有人利用呢條 pathway 曲線移民。搞笑嘅係Dutton其實舊年咧啱啱先至提出反對工黨咧係限制呢個國際留學生至27萬名嘅，咁而家咧自己就突然話佢哋先至有真正嘅解決房屋危機嘅方案，仲話要幫年輕人重拾置業夢想，唔使靠父母幫手就可以上車。不過學生宿舍協會就唔係幾贊成咁樣嘅做法，佢哋話其實國際留學生咧就唔係房屋危機嘅罪魁禍首，仲反建議政府應該要求大學為所有1年級嘅國際學生提供住宿嘅保證，唔好搞到學生未到埗就揾唔到地方住。協會仲話，與其要滅人，倒不如加建專屬學生宿舍，咁樣先至真係可以減輕租屋市場壓力。如果真係咁樣大幅削減學生數字，唔單止幫唔到樓市，仲可能拖累成個澳洲經濟。據估計會損失41億澳元，同埋超過2萬份嘅工作。唔知道大家咧對於今次自由黨推出嘅呢個移民方案咧，究竟有啲乜嘢諗法？咁我自己睇到咧，就係今次澳洲大選啦，無論係自由黨得勝又好啦，工黨得勝又好啦，喺可見嘅將來咧，澳洲嘅移民政策咧，似乎咧都未有呢個嘅即係放寬嘅跡象啦嚇。咁首當其衝嘅當然就係國際留學生。咁但係咧，你咁樣打擊國際留學生咧，究竟係咪真係對澳洲咧嗰個住房危機啊，同埋咧呢個經濟咧係即係真係幫到手先係咪？我講我自己嘅睇法之前咧，亦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另外一篇嘅文章啦。其實根據 Property Council of Australia 嘅研究顯示啦，咁其實咧響上一年2024年嘅時候啦 ，International Student 咧淨係佔成個澳洲租屋市場嘅4% 嘅啫，而本地學生咧就佔6% 嘅。咁大家可以睇到其實咧就算咧你 cut
cut 晒所有嘅 international student 咧，其實你都係講緊嗰4%嘅啫。仲有另外一樣咧，就喺過去嘅4年，亦即是2019到2023年呢4年期間咧，其實國際留學生咧係減少咗13%。咁但係澳洲嘅租金嘅中位價咧，其實係上升咗30% 咁多嘅。所以亦都再一次可以俾我哋睇到咧，其實咧 international student 咧係同澳洲嘅 rental 咧根本咧就冇直接嘅關係。以我自己為例咧，其實咧我哋屋企咧就係2021年嘅時候咧就係過嚟移居過嚟澳洲啦。咁當時咧其實咧就澳洲同大部分嘅國家都係封關嘅。咁我哋真係好彩，因為當時咧紐西蘭同埋澳洲就有一個 travel bubble， 咁所以咧我哋就好順利咁樣，唔需要隔離，唔需要打針，咁就過到嚟澳洲境。咁但係當時咧其實咧呢度嘅國際留學生咧係好少嘅啫，好多人咧都係即係 online course 咁樣，係 overseas 咁樣係去上堂嘅。咁但係咧我哋過嚟嘅時候咧，由於大量嘅人咧都喺其他省咧湧過嚟昆士蘭州啦，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住呢一區咧，我自己可以睇到咧，其實我喺紐西蘭睇嘅時候咧，即係會分半年，即係幾個月咁3幾個月嘅時候咧，其實當時嘅租金咧都仲係300幾蚊一個禮拜。咁但係當我哋過到嚟嘅時候咧，我哋呢一區啦嚇，我哋嘅租金咧都已經係450蚊一個禮拜，其實都上升咗咧，即係起碼都100幾十蚊啊！講緊即係同一區係一個禮拜喎，OK。咁所以咧呢個現象咧都真係咧即係好明顯係唔關呢個國際留學生事啦。咁再講咧，其實澳洲嘅高等教育不嬲都為澳洲帶嚟咧，即係唔少嘅收入嘅。所以澳洲今次咁樣做咧，我覺得係真係咧係揾石頭揼自己隻腳，係冇乜分別。我諗其實咧，即係澳洲嘅大選咧，我唔知即係感覺上好似哇每3年就選一次咧。其實我有時覺得係真係即係真係太快咯，同埋佢一選完嗰一日咧就即刻上台，咁變咗其實我覺得咧澳洲好多政客佢哋嘅 policy 咧係淨係為咗贏呢個選票，而唔係真係咧係有心將即係澳洲嘅經濟搞好啊。當你淨係為咗選票而去做一啲嘢嘅時候咧，其實你就係喺度睇緊邊個啲聲音大嘅。咁好似我哋而家咁樣住房問題係嚴重嘅，係咪 inflation 係嚴重嘅？咁於是咧佢哋就喺度諗辦法，就話嗱，我做咗呢一樣嘢㗎啦，我而家打擊咗，唔俾啲人截住，唔俾啲人入嚟咪得咯。咁但係其實佢哋係冇諗過，其實你咁樣做嘅話，其實佢哋唔係諗唔到，而係佢哋係唔會去諗，佢哋淨係覺得選民係而家就係中意我要快，即係好似食即食麵咁樣，我要盡快咁樣解決一樣嘢。咁所以佢就盡快咁樣做一啲好 dramatic 嘅嘢，係咪好大嘅動作，等好多嘅人咧都可以見到啊，真係以為真係有改善。咁但係係咪真係有改善咧？我自己咧就對呢個講法咧係十分之有保留。至於今次嘅政策唔關香港人士咧，點樣影響咧 Hong Kong Stream 咧？咁第一咧當然關香港人士啦嚇。Hong Kong Stream 咧得2條路嘅啫嘛，因為過嚟讀書，一係過嚟做嘢。除非你過嚟做嘢咧，就可能唔係好關你事啦。咁但係如果你係諗住過嚟讀書咧，which 係大部分嘅香港人咧，相信咧都係用呢個 pathway 嚟過嚟澳洲嘅。咁佢而家咧 quota 咧一減再減嘅情況之下咧，咁大家咧就真係咧你要過嚟讀書揀科嘅話，真係要好小心啦。咁啊唔可以亂咁揀科。我相信咧大家要 keep in mind 嘅咧就係話，由於而家移民政策咧比較收緊，咁所以我諗大家咧想過嚟澳洲嘅朋友啦，真係咧要有嗰個心態，話你過嚟澳洲咧係第一啦，你真係咧打算係進修啦，係真係打算讀啲嘢咧係對你自己同埋對個社會都係有幫助嘅一樣嘢。第二咧就我諗大家係真係咧係需要有咁嘅心理，係真係需要移民去外國，而唔係攞咗一個 PR 就翻香港。即係大家要公平少少咯。如果你真係向往人哋嘅生活，咁就即係過嚟咯。但係如果你係真係只不過係諗住攞一個 PR 嘅話，我諗唔好向一個即係政策咁收緊嘅情況之下阻住壓住人哋個位咯。真係好老實講一句，如果你係冇打算移民，唔中意外國生活嘅話，就唔好諗呢個時間過嚟，因為呢個時間過嚟係真係
係好難嘅，你真係需要咧同好多人去即係去競爭啦，先至可以咧有機會贏到嘅位啦。咁而且咧咁畢業之後咧，亦都揾工作嚟講咧，亦都咧可能有相當一定嘅難度啦。咁我最近都揾緊工，咁嚟緊咧都應該啦，因為最近真係好忙，唔好意思。咁啊嚟緊咧應該都會想希望可以出到一條片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我喺澳洲揾工嘅過程啦。另外一樣嘢咧，其實 Dunton 咧都提到話咧，佢亦都會檢討咧呢個Visa 485嘅。咁 Visa 485咧就係即係畢業後嘅一個嘅工作簽證，所以咧係Hong Kong Stream 其中一條 pathway 咧必經之路嚟嘅。不過檢討之後咧，香港人嗰條 pathway 咧會唔會改咗咧？改得更加難咧？咁其實而家咧暫時仍然係未知之數嘅。咁 anyway 咧都提醒大家咧，呢一個嘅政策係未落實嘅，係要等到咧如果自由黨咧真係咁好彩可以選得到啦，咁就有機會咧係推出落實。咁我到時咧亦都一定會同大家咧再更新詳細嘅資訊啦。咁如果大家咧有興趣嘅話，都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再撳埋個鐘仔，咁資訊一出嚟就會知道。如果中意我呢條片嘅話，都記得 CLS 支持下我。唔知講咩好，可以打個1字就 OK 噶啦。我哋今集節目到呢度，下集再見，拜拜。啲冬甩好好味啊！個 cream 好 soft 啊，好新鮮啊！